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三八甜汤。三八甜汤，甜汤这两字，目前教育部的台语教典也未收到汉字，咱参考台华线顶词典找到一个词“半甜汤”。华语的傻瓜笨蛋，台语讲半甜汤，所以三八甜汤台语会当安尼写：三八甜汤。耍宝、捣蛋、搞笑、玩把戏，台语讲三八甜汤。规定囡仔伫遐办公会啊，大汉的甲细汉的笑体，细汉的甲大汉的闹开，大人是看甲笑哈哈，讲即阵教囡仔三八甜汤。啊，三四个孙啊，扮仙变高人，吉空吉戆三八甜汤，甲阿公阿嬷人甲笑甲拢流目油咯。三八甲甜汤拢是不正经、无正经。有一句俗语：龙交龙，凤交凤。稳固的交党戆，三八的交甜汤，就是咧讲，什么款的人，就交什么款的朋友，共性质、共个性的人，都是交做伙，都是华语的物以类聚。另外，你咧江湖行大，定定会听到这句三八兄弟，主要是咧讲对方见外，伤过客气咯。像讲，某一个政治人物要争大位，去拜托因党内一个真有分量的大指头啊。无论如何，都爱甲相挺。大指头啊，甲回讲三八兄弟，我无挺你，要挺食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三八甜汤，实在真趣味。